糖产业在台湾的发展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7世纪荷兰时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络，让台南、荷兰、印尼、日本等地产生了特殊的联系。透过这个小型的展览，也除了17世纪的糖，然后也谈后来清代怎么进一步制糖，后来日本时期的所谓的新式糖厂的出现，那来谈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糖在台南怎么样的逐渐发展。台南市立博物馆响应台南400特别策划这场甜蜜蜜的展览，包括印尼糖业发展史的介绍，以及台湾本地糖业历史文物。另外还首度公开1903年甘蔗栽培地略图以及砂糖输出图表，和台南第一糖商王雪农的完整史料。那其实在这400年之中，陪伴的发展最重要就是制糖，因为荷兰人来这里开始来种糖，开始以糖为外贸品啊，所以呢这个从印尼巴达维亚到台湾的糖路，包括到日本去的这个糖的生产的应用，我们在这个展览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关系。日治时期的糖业改革让台湾在世界糖业市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展中更有于海外首次展出的日本松浦史料馆白果图卷轴以及甜品展示，同时办理一场和果子手作体验。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台南就是糖的一个城市嘛，那其实它是有一个背景存在。来认识一下台南的历史。是200年前荷兰人从那个随着贸易船进来的那个甘蔗种子，就融合他们传统的果子文化，新开发的一种糖的制作方式。展览聚焦台南本地糖业发展史和传统甜品文化，融合历史文化和美食，带领民众探索全糖城市。记者说，台南报道。